最成功的10位星二代，每位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长夜空虚使我为旧事，明与朗相对乱无衬。父母亲爱心有成像碧月，怀念怎不被磨根？长夜空虚怎能夜半一？遙路遠，必開是我心。父母親愛心，有成像碧月，常在心裏問何日報？親恩應該報，應該攝取孝道。落下的，请老铁评论区帮忙补充。